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讲到中秋赏月人团圆，月饼圆，吃着甜甜甜，囡仔就笑眯眯。传说食月饼这个风俗是有起伫。龙井秋白露柚，中秋月饼配文旦柚，大家拢会烘肉来过中秋。传讲中秋冠四烘肉，是为咱台湾一支豆油电视广告开始的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，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辉。下礼拜就准备要过中秋啊！伫大家准备要出门佚佗的时阵，一定要知影这中秋一寡传统的风俗，啊，有一寡禁忌。今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咱来看卖，讲到这中秋哦，大家一定想到食这月饼，甲看这月娘。为什么食这月饼咧？传说讲，就是过去这朱元璋准备要起义的时阵，伊就甲这纸条藏入去这月饼内底。大家食到一半的时阵，发现内底有这纸条啊，写着这时间，写着地点，写着这日子。大家就按照这时间啊个地点来准备起义，最后总算是成功啊！所以这朱元璋就为着纪念这日子，所以就伫中秋的时阵，和大家来食月饼。第二，大家有发现这月饼的这形，甲这月娘的形，拢是圆，都是代表月圆人团圆、圆满甲团圆的意思。另外看卖食这柚啊，为什么食柚啊咧？因为除了这是这柚啊弹出的这水果以外，其实这柚啊华语音叫做柚子，柚子有保庇囡仔的意思，啊个柚子，让大家早日来生囝。另外看卖为什么烘肉？这个原因就真趣味哦。伊其实伫传说讲，过去这几啊年前有这个广告词叫做是一家烘肉万家芳，这词实在有够夯，所以最后大家拢伫中秋的时阵来烘肉。除了这传统的这风俗以外，其实各地嘛有一寡活动，亲像这宜兰大溪就举办这海千秋。为什么这海千秋呢？原因就是讲过去的民众是比较较无聊，无啥物活动会当来举办，所以这宜兰这倚天庙就举办这比赛，或者查甫甲查某会当交流，嘛会当牵成这姻缘。除了这宜兰以外，啊个这金门嘛举办这拌饼的比赛，拌饼要安怎比咧？就是拌这18啦，拌这4个字以上呢，就叫做是中原，都有机会会当摕到礼物。这有由来就是讲，这地形宫为着要稳定这军心，按大家思念故乡的这心情。好，除了这传统风俗以外，继续来看卖中秋嘛有一寡禁忌哦。第一个禁忌来看卖，就是讲这拜拜这顺序一定要正确。这顺序第一个先拜这神明，第二个拜这祖先，第三个地基主，上尾一个就是拜月娘。这时间嘛要特别注意哦。神明拜拜时间爱伫早起11点进前，祖先爱伫中昼左右，地基主爱伫下晡3点进前完成。上尾一个月娘，就是爱看这好时好日，选择好的时辰来做拜拜。第二个来看卖三星四果，这三星的形一定要保持完整，对这神明是比较尊敬的。第三来看卖，尽量拜拜时阵爱选择这物件都是圆。为什么要选择圆？就代表团圆圆满。上尾一来看卖，就是这查甫人烧这羊，月娘烧这阴，所以呢，这查甫人是比较较无适合来拜月娘，爱提醒大家爱特别注意。无论如何，下礼拜特别过中秋啊，也是爱提早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